各位教育界同工，各位朋友，大家好。今集係賽馬會有趣學中文系列嘅第7集，我哋繼續嚟介紹第2語言教學理念嘅操作。呢一集主要同大家分享點樣有效培養非華語幼兒閱讀能力嘅方法。呢一集嘅重點有3個，第一就係閱讀教學常見嘅迷思，第二閱讀3部曲嘅教學流程同埋方法，最後我哋又睇睇點樣設計教材以落實閱讀能力嘅教學。好，我哋先嚟講下閱讀教學中常見嘅幾個迷思。喺幼稚園課程入邊，圖書教學係語文教學嘅重要一環。不過佢嘅目的唔單止係讓幼兒享受聆聽故事嘅樂趣，更重要嘅係透過故事學習語文知識，並且建立基礎嘅閱讀能力。喺同前線老師嘅交流入邊，我哋發現有2個常見嘅迷思。第一，有老師認為幼兒年紀太小，未具備閱讀能力，因此唔應該喺幼稚園階段培養閱讀能力。第二，亦有老師認為閱讀能力屬於小學階段嘅學習內容，幼稚園只需教授識字同埋句型等語文知識就夠啦。呢2個迷思嘅背後，其實涉及3個深層嘅教育問題。第一，係對幼兒認知發展嘅理解；第二，係幼稚園課程教學嘅定位；第三，係大家對閱讀能力嘅定義不一。唔少老師將閱讀能力理解為幼兒能夠獨立閱讀整本書，理解其中大部分嘅字詞同埋內容。但其實呢一個閱讀能力只不過係其中一種形式。首先，我哋睇下幼兒敘述故事能力嘅發展。幼兒嘅敘事能力其實從2歲開始就有唔同程度嘅發展。2歲嘅幼兒會不斷切換話題，將無關嘅想法堆積一齊。呢個係最初嘅堆積意念階段。到咗2歲至3歲，佢哋開始能將事件排成一個序列，但呢啲元素如人物、背景仍然係隨意連接嘅。3至4歲嘅幼兒進入基本敘事階段，開始圍繞一個中心主題講故事，並逐漸發展出因果關係。而4至5歲嘅孩子就能講出包含完整結構嘅故事，雖然有時聽眾仍需要額外背景知識先至能夠完全明白，但已具備邏輯性同埋條理。跟住我哋再講下另一個重點，就係對閱讀能力有唔同理解。我哋都知道幼兒嘅識字量有限，尤其係非華語幼兒更為明顯。但喺幼稚園階段所講嘅閱讀能力，其實並非指獨立閱讀整本書，而係3個關鍵能力。第一，係理解能力，亦即係幼兒透過聽故事、睇圖畫，學會理解內容嘅意思。第二，係敘事能力，亦即係孩子能夠用自己嘅語言講出故事。第三，係篩選資訊嘅能力，亦即係喺教師嘅引導下，學會從故事中找住重點信息。理解能力嘅建立，來自於大量嘅接觸圖書同埋有意識嘅教學。就好似我哋喺第2集中所提嘅，非華語幼兒先學會聽同埋說，就能夠從中發展出閱讀嘅能力。當聽說能力建立之後，老師就能夠引導幼兒進一步學習敘述故事。透過提問同埋對話，
亦能一步步訓練佢哋資訊篩選嘅能力。呢三項能力，亦正係教育局喺幼稚園表現指標中亦明確提出。因此，我哋所講嘅閱讀能力，其實係指呢種基礎嘅閱讀素養。幼稚園嘅課程定位，除咗識字之外，更應同時關注如何在語文學習入邊，逐步培養非華語幼兒嘅理解、敘事同埋資訊處理嘅能力。幼兒嘅閱讀能力唔係從小學先開始，而喺幼稚園階段就應該扎根。唯有從識字出發，進入理解同埋表達，先至真正提升語文能力，為未來嘅學習打下穩固嘅基礎。為咗幫助老師培養幼兒嘅閱讀基礎能力，林偉業教授喺第一期嘅有趣學中文研發咗閱讀三部曲。閱讀三部曲係指一本書係講3次，每次嘅重點唔同。第一次係同幼兒講故事，讓佢哋理解同埋享受故事嘅樂趣。第二次講故事，重點放喺語文知識方面，例如詞語、句型教學。而第三次嘅重點放咗喺了解主題、學習故事圖式，讓幼兒學習敘事嘅結構。無論第幾次講故事，都可以參考圖表中嘅5個步驟。閱讀三部曲嘅每一課都可以配合呢5個步驟進行。第一步係從經驗出發，透過圖片、影片或者生活嘅活動，幫助幼兒建立同主題相關嘅概念。第二步係讓學生建立文本意識，觀察圖書嘅結構，學習如何預測故事嘅內容。第三步係整個閱讀嘅核心，透過多次分享閱讀，讓學生分辨學習理解故事、語文知識同埋掌握故事嘅主題同埋結構。第四步，教師可以選擇整本或部分段落朗讀，幫助學生從口語過渡到書面語。最後一步係讓幼兒應用學到嘅知識，透過故事改編、排序或創作活動，鞏固理解並延伸學習。圖書教學可以運用閱讀三部曲嘅教學流程。閱讀三部曲可以照顧非華語幼兒從熟悉故事到語文學習，亦能夠幫助學生由識字過渡到閱讀。以下我哋請陳老師用具體嘅圖書教案嚟展示同埋說明如何喺課堂落實閱讀能力嘅教學。大家好，我係陳老師。今日我會以文本故事圖書送禮物為例，展示點樣喺課堂上運用圖書教案，實踐分階段嘅閱讀能力教學。喺第一次分享閱讀當中，可以從封面出發，帶領小朋友觀察圖書，並且進行預測。例如可以問：你睇到啲乜嘢啊？你認唔認得呢個角色？佢手上攞住啲乜嘢呢？然後再配合故事人物嘅圖片，請幼兒推測係邊個送禮物嘅人，或者邊個係收禮物嘅人，去記錄低佢哋嘅預測。講故事嘅時候，可以加入一啲肢體動作，去幫助小朋友理解重點詞彙，而且設計一啲小活動，例如模擬家兔可以攞住好多嘢嘅情景，等小朋友進一步投入故事當中。進入第二次分享閱讀嘅時候，可以重溫故事，並透過角色扮演同埋指讀句式，加強小朋友對語言結構嘅掌握。例如指讀第一盒春卷送給心如的媽媽呢一啲重複嘅句式，等小朋友認識句子嘅模式同埋角色人物嘅關係。之後可以展示故事圖卡，請小朋友根據內容排序，再以圖書去驗證答案。
幫助小朋友去理解故事嘅整體結構同埋事件嘅邏輯。嚟到第3次分享閱讀，可以鼓勵小朋友根據圖卡或者大書嘅內容去複述故事，並且協助擴充佢哋嘅字詞表達。喺呢一個階段，會根據學生嘅程度調整朗讀文本嘅層級。例如程度較高嘅幼兒可以選讀第2層級嘅句式，而程度較弱嘅幼兒就可以選取第1層嘅文本。咁樣就可以確保每一位幼兒都能夠參與其中㗎喇。透過呢3次有系統嘅分享閱讀，我哋唔單止能夠培養小朋友嘅理解同埋表達能力，亦都有助於佢哋逐步建立出完整閱讀結構嘅模式同埋敘事嘅能力㗎。總括而言，閱讀能力嘅建立並非遙不可及，即使喺幼稚園階段，非華語幼兒亦具備發展基本閱讀能力嘅潛質。只要老師掌握閱讀能力嘅核心，包括理解能力、敘事能力同埋篩選資訊嘅能力，並善用閱讀3部曲嘅教學流程，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地引導學生，我哋就能夠有效提升學生嘅語文理解同埋表達。透過一次又一次嘅故事分享同埋圖書教學活動，閱讀不再只係聽故事，更是語文學習嘅重要入口。喺下一集，我哋將會探討如何喺課堂入邊有效照顧不同背景學生學習中文。主題將聚焦於分層教學，從理念、內容操作同埋實際課堂應用，說明教師點樣喺同一個課堂入邊照顧唔同能力同埋背景嘅幼兒。我哋下一集再見。